中国著名的政治犯西藏僧侣丹增德勒仁波切星期天在成都附近一所监狱中去世之后，引发各界关注。丹增德勒仁波切长期被中国当局监禁，他在狱中死亡的消息传出后，当地居民爆发抗议活动，要求当局将遗体交给他的家人。总部设在美国纽约的人权组织自由西藏学生组织星期三说，100多名西藏人星期三前往四川成都，要求中国当局将死于狱中的藏传佛教僧人丹增德勒仁波切的遗体交还给他的家人，让他的亲友可以为他举行佛教的超度仪式。那些西藏人从北京时间星期三上午9点开始在川东监狱外面静坐，要求当局将丹增德勒仁波切的遗体交还给家人。西藏自由学生组织说，在过去2天里，丹增德勒仁波切的家人和警方进行了谈判，但是没有结果。下面呢，我们就很高兴邀请到人在印度达兰萨拉的西藏人民议会议员格桑坚参，请格桑坚参议员为我们介绍一下有关丹增德勒的消息。您好，格桑坚参议员，您好，能不能先和我们谈一谈哦？介绍一下丹增德勒仁波切是什么样的人，然后还有说他是在什么时候以及什么罪行被判入狱的？丹增德勒仁波切呢，他的法名叫做安安扎西。那么他呢，1950年出生于西藏康区理塘县。那么理塘县也就是现在中共行政区划里面划归在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理塘县。那么仁波切从7岁开始出家为僧。那么我们都知道，59年整个西藏发生抗议中共暴政的一个起义活动以后呢，当然了，之后的文化大革命期间，当然仁波切也一直为了继续担任这个僧侣。那么到81、82年以后呢，仁波切呢开始到印度，那么就在尊者达赖喇嘛座前受比丘戒，而且在西藏的最大寺院哲蚌寺里面学习了大概6年的时间。那么大概87年仁波切返回西藏以后，那么在整个理塘跟压江那一带，那么就进行传法活动，特别是仁波切在当地那么建立了这种孤儿院，包括学校，还包括养老院。那么仅仅在仁波切的孤儿院里面就有300多孤儿院有仁波切在领养，那么有60多名老人在有仁波切的养老院里面。那么仁波切还在当地进行当然当时在整个西藏有一些大家怎么说呢，就说赌博什么吸酒，或者说打猎，有这样的恶习。那么仁波切呢，通过这些正法的一些渠道，那么就让民众呢戒掉这些恶习。那么整个在仁波切整个压江理塘内的成为一个非常著名的一个高僧。那么当时仁波切也被压江县政协那么就怎么说呢，就任命为政协委员。但是由于仁波切的一些做法呢，引起了中国一些当局的一些不满，特别是仁波切对西藏语言文化的这些保护，那么仁波切在当地民众当中的一些威望，那么就开始打压仁波切。从97年开始就开始准备抓捕仁波切，就这样一个仁波切事。是。那么另外我想问您哦，就是丹增德勒仁波切他是在什么时候入狱的？是2002年吗？是的。那么2002年中国当局制造了一个所谓成都天府广场的一个爆炸案。那么那个爆炸案据说是有一个西藏人叫罗桑邓珠。那么据当时的华西都市报报道，发生这么一个爆炸以后，有一个中国的大学生看到一个西藏人，那大家都去跑那个爆炸的地方。那么有一个西藏人他是往另外一个方向走，那么就抓住了这个所谓的罗桑邓珠。那么罗桑邓珠于2002年的4月3号被抓捕以后，那么就对当地的公安讲，是他供出来是他是受那个丹增德勒仁波切所指使的。那么在没有任何的证据之下，那么于2002年4月7日就抓捕了丹增德勒仁波切。那么抓捕以后呢，将近在8个月里面呢，那仁波切跟这个罗桑邓珠没有任何的音信。那么在2002年的12月，
那么就2号呢，当局就突然在甘孜州宣判什么是成都所谓的天府广场的一个爆炸案，包括当时康定曾经发生过一系列的爆炸案的最后的模式，就说主使。那么又是达赖集团安插在所谓的康巴南路的最大的一个地下组织，这样被判处了死缓。那么陆上店主呢被判处了死刑，立即执行。这样是格桑坚参议员，我们能不能再谈一谈说，目前中国当局有没有说这个丹增德勒仁波切他的死因是什么？对，那么仁波切被关进监狱以后，那么就前天也就是2天以前呢，中共的当局说的是仁波切在监狱去世了。那么在10天之前呢，因为我们都知道2013年开始，那么就仁波切的家人呢没有得到就是探望仁波切的一个机会。那么就过去十多天以前，那么当局就叫仁波切的2个妹妹，你们可以到监狱里去看望仁波切。那么他们2个到成都以后，那么当局就通过各种办法，就是说搪塞，那么没有让2个妹妹去探望仁波切。那么前天12号就当局突然说了仁波切去世了，那么就并没有详细的说明仁波切去世的原因是什么。那么就仁波切2个妹妹呢提出必须要去探望仁波切的遗体，那么当局不同意去探望仁波切的遗体。那么就仁波切的2个妹妹当时就提出，如果你们不允许我们去探望仁波切的遗体，把遗体交给我们，那么我们只能怀疑，我们只能认定仁波切是被你们杀死的。那么现在呢，甘孜州当局的司法局的领导，包括监狱的领导，很多都在磋商开会阶段。那么到现在，仁波切的遗体就说死因还没有一个详细的一个解说。是的，看来这个丹增德勒仁波切的死因目前也还是不清楚，并且遗体也还是不愿意交给家属。那么西藏人民议会有没有想要采取什么样的行动呢？小磊，今天最新的一个消息是，那么原来监狱方他说，那么仁波切的2个妹妹，包括2个僧人可以去看望仁波切，那么后来他们又改口了，不允许。那么现在呢，今天呢就提出了，如果你们说仁波切是去世的，那么有没有就说监狱方医生的证明？那么今天呢？监狱的就说的是一个医生来见了仁波切的2个妹妹，那么就给他们看所谓的一个病历，那说仁波切有些什么病，那么仁波切在治疗期间使用了什么药。他们念这个文件以后，2个亲戚提出来，我们必须要回这个文件。那么监狱方坚决不同意，说这个文件不能给你们。那么今天我们必须要决定下来，那么我们今天你们2个必须要在这个文件上签字画押。那么仁波切的2个妹妹坚决不答应。那么在这样的一个争执过程当中呢，仁波切的一个妹妹叫卓嘎拉嘛，她现在已经晕过去了，就是说在现在属于昏迷状态。现在监狱的情况是一个这样。是的，那么最后由于时间的关系格桑坚参议员，我最后再问一下，您认为近年来中国的对西藏的政策有没有任何松绑的迹象，还是刚好正巧相反？对，那么就我们知道，自从习近平上台以来，那么有关西藏的政策，它出现的是很多都是模糊的一个信号。那么一会儿就说出现一些需要跟尊者达赖喇嘛的特使和谈来解决西藏问题的一个声音。一会儿习近平又会讲出一个必须要关注西藏的这种特殊性，把西藏问题那么上升到整个中国的最核心的问题，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但是又在当局，也就在地方当局在实证过程当中呢，它又出现的是另外一个非常强硬的、非常混乱的一个暴政的一个现象。因此呢，那么现在我们从高层的一些讲话里面可以看出一些比较缓和的一些信息，但是呢，地方当局在实证当中呢，它所使用的都是以前一模一样的一味的打压关押一个强硬的一个态度。好的，我们由于时间的关系，和这个格桑坚议员的这个访谈就进行到这边。非常感谢印度达兰萨拉西藏人民议会议员格桑坚参接受美国之音 VOA 卫视新闻的访问。有关西藏方面的消息以及中国对西藏的政策，美国之音将随时为观众提供最新的报道和分析。请您锁定美国之音各节广播还有电视节目，或者登入 voachinese.com 查询相关的文章。